5年後流行的店鋪，新手常犯的錯誤。新手認為只要店鋪奢華就一定會有人來，實際投入太大根本不好回本。老手連牆面都不擦漆，只需裝飾燈帶，貼上對聯和郵筒，整個門頭1000塊都不到，一下就能激起了年輕人的好奇心，甚至連破舊的窗戶也顯得是刻意設計過的。傳統的收銀台動輒幾千塊，老手會用水泥砌一個台面，破到一定程度就是回憶。新手喜歡桌椅一字排開，容客量是有了，但是也像大排檔老手會用老式方桌，就連凳子也是80年代的大板凳。為了提升記憶點，裝水的容器也不是玻璃的，而是熱水壺和茶缸，一下子回到了舊時代。小時候從不擔心吃的有問題，所以有經驗的老手會把3模寫在牆上。因為沒錢，所以不裝修；因為沒錢，所以沒有科技與狠貨。還記得這個電線桿嗎？桿子下放一個櫃子，上面放收音機、電風扇，再搭配撥號機和捐閘門，整個店也就這些貴點。但是坐在這拍照不但出片，還有回憶。希望你收藏好這些細節，未來開店也許會上大不如算。